大家平安。感谢曾牧师伊的好意甲安排。伫这主日会当和亲爱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的话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万权能的上帝，阮伫天顶的爸，恳求你真理的灵临在伫阮的中间，当阮分享你真理的话的时，圣神亲自来引带阮，开阮心灵的目睭，互阮搁较会当明白圣经要互阮的教示，也互阮不但明白，搁会当进入真理，活出真理。求你保守看顾，你家己伫阮的中间同工，伫阮的中间向阮讲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一个真少年的妈妈，有两个足细汉的查甫囡仔，但是足调皮。见若对有发生什么麻烦的所在，和这两个囡仔拢有关系。妈妈足无办法，想讲无请牧师甲因两个甲因讲话。就带去牧师的办公室，先带大汉的去。这个小朋友拢坐甲真好势，真规矩。牧师就甲伊讲 ：“Sunny, where is God？” 小朋友，上帝伫倒位？这个查甫囡仔静静目睭金金。看牧师，无讲话。牧师第二遍阁问伊，犹原点字字，无出声。牧师第三遍问伊 ，Where is God？ 上帝伫倒位？伊怎爬起来走出去？一路一直走转去因兜，甲因小弟讲，牧师讲。上帝碰见因掠准讲是咱两个偷客去的，虽望是一个笑话，毋过咱原来来思考，咱的上帝伫倒位？有伫你的心内无？伊敢有住伫咱的内面？今仔日感谢拄金良长老为咱所读的迄个经文，特别今仔要分享是约翰福音3章为第9节到15节。这是要接续我顶遍1月14也有和大家分享。迄个3章第1节到第8节，第1节到第8节是讲起顶头生的重要。9节到15节是咧讲要安怎才会当顶头生。约翰福音第3章。是圣经内面上重要的一种之一。我相信3章16节，在座咱每一位拢会晓背的经文。第3章是接续约翰福音第2章，因为伫第2章的23节到24节遐讲，当耶稣伫耶路撒冷。过半过节的时，有真侪人看见伊所行的神迹，
就来信伊。毋过耶稣无相信因所信的，因为伊知影人的心是咧想啥物。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第3章耶稣和尼哥底母来谈论这个顶头生的代志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伫西元27年，就是伫1997年前，迄年耶稣满30岁，伊开始出来传道。伫迄个春天，伊来到耶路撒冷，迄阵就是犹太人咧过迄个搬过节的时，真侪为外国、为各地各所在，足侪人因犹太人拢来到耶路撒冷，要过即个搬过节，也要献祭。会使讲，整个的城市有够闹热。耶稣伫迄个时阵入圣殿，伊看到圣殿充满遐咧卖牛羊，甲钱的，甚至搁一寡咧，互人换钱的遐担，伊真生气，所以伊用锁做边，甲因遮的担拢扫倒，甲因赶出去圣殿外口。伊讲是安怎上帝的殿，诚侪人做生意的所在。迄阵，耶稣的即个洁净圣殿的迄个行动，诚侪。迄年换过节上界轰动的大新闻，街头巷尾拢咧谈论。即个为北平加利利迄个小的庄脚的即个少年人，名叫耶稣的人，伊怎么有遐尼好胆来洁净即个圣殿？伊是公然对管理圣殿的遐祭司的一个侮辱，嘛是向政商利益交结的一个挑战。伫迄种紧张个充满即个要安怎讲，真安尼不安的气氛下面，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母。伊伫一个透风的暗暝来拜访耶稣，会使讲，伊要来拜访耶稣的迄个动机无单纯，伊要就近，搁来观察即个少年人。当伊来到耶稣，和耶稣见面的时，伊大声讲：“rabbi，原知你是对上帝遐来，要来做老师的，因为你所行的新约，若无有上帝的同在，无人会当行。阮表示尼哥底母的后壁有一群人。”一群法利赛人，或者是犹太公会的一个 group， 因知什么货？知讲耶稣是对上帝遐来，为什么？伊讲因为阮看见你所行新约，所以因肯定讲耶稣是有上帝的同在，因为若无上帝的同在，袂当行即款的新约，但是
耶稣并无照尼哥底母所期待来回答伊，这是尼哥底母所想袂到的。反倒转，耶稣有3遍讲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来指出尼哥底母伊的错误。3章第3节，耶稣讲：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当见上帝的国，就是袂当看见上帝的国。然后3章第5节，耶稣佮讲：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人若毋是对水甲圣神来生，就袂当入上帝的国。为什么？尼哥底母所了解，伊想讲人已经老啊，要安怎佮转去老母的腹肚底佮生一遍？伊毋知影顶头生什么意思，所以耶稣才伫第5节甲伊讲：人若毋是对水甲圣神来生，就袂当入上帝的国。尼哥底母愈听愈戆哑，愈听愈无沙沙。伊讲怎样有即款的代志呢？耶稣甲伊讲：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你是教导以色列的律法的，就是教导旧约的即个老师。你还阁无明白这样代志吗？所以耶稣第3遍，佮甲伊讲：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阮所看见的，是阮知影；阮所见证的，是阮已经看见。啊，我甲恁讲地面上的代志，你都要无法度相信。啊，若讲天顶的代志，你要安怎相信？这是3章11节到12节。第11节到12节，耶稣有5遍讲阮。啊，这个阮到底是包括什么种人？圣经的解经有侪讲这是讲上帝甲耶稣所讲过的话，有的讲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，甲耶稣的学生的见证。毋过我想，这应该是包括这个，因为这应该包括是主耶稣甲上帝所讲的话，以及施洗约翰甲耶稣的学生所做的见证。为什么？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就讲起，上帝伫古早时就济遍用济的方法，借着众先知向咱的祖先讲话。主耶稣嘛是伫约翰福音第5章39节讲：恁查考圣经，恁抓准圣经内面有应声，为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本圣经。当然，这所讲的圣经是指着旧约的圣经。这嘛是为什么主耶稣向尼哥底母讲：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你敢无明白嘛？旧约已经将人应该知影
拢已经见证，已经讲出来。上帝借着旧约的圣经已经讲，互人知。然后咱来看，施洗约翰有做啥物见证？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6节到第7节，就有介绍施洗约翰这个人，讲是为上帝遐找来，要为光来做见证。光就是指着耶稣。然后第15节，佮讲施洗约翰见证讲耶稣是的位分是比伊搁较悬，甚至伫其他的福音书嘛有讲起施洗约翰讲，我甲耶稣头下大都不配的人。伫1章即个19节到28节遐，佫有记载，就是当施洗约翰面对这法利赛人文士对伊质问讲：你敢是迄个先知？你敢是迄个以赛亚？你敢是迄个要来的基督？施洗约翰讲：我毋是，我是为即个基督开路的，我是做伊开路的迄个先锋。然后，施洗约翰佫做见证讲，当伊为耶稣施洗礼的时，行洗礼的时，伊有看见天开，圣神若像钱降临伫耶稣的身上，所以伊讲耶稣来是要用圣神共行洗礼，并且伊见证讲耶稣就是上帝的囝。伊阁向人讲耶稣就是上帝的羊羔，要除去世间人的罪。甚至施洗约翰军队施洗约翰的2个门徒，伊向因这2个门徒来介绍耶稣，伊讲耶稣就是上帝的羊羔，所以这2个门徒怎来跟对耶稣？共迄日怎去住伫耶稣因兜？过当日，这2个门徒其中的一个，伊名叫安德烈。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小弟，所以就赶紧转去甲伊兄哥讲：阮拄着弥赛亚，你赶紧来。所以带伊去见耶稣。然后共迄日，因佮去报因的同乡，就是腓力甲拿但业来跟对耶稣。伫迄个时阵，就有5个是第一批耶稣警调门徒的。然后拿但业讲见证耶稣，伊讲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以色列的王。伫第1章结束的时，耶稣有见证。耶稣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要看见天开，上帝的使者要爬起哩，要落来伫人子的身上。这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伊家己自我的启示，伊就是要将天甲地连做伙的迄个人。伫第2章，耶稣洁净圣殿以后，文士法利赛人来质问伊讲：你为什么做这款的代志？伊讲：恁拆毁圣殿，
我3日后要搁甲伊起起来。这是主耶稣的见证。拄仔咱所讲的，咱已经看到施洗约翰的见证，耶稣的学生的见证，耶稣家己的见证。迄个时阵是一个真短的时间，因为迄年耶稣才刚啊出来，开始传道，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已经有足侪人来看见，也有足侪人来听见。但是主耶稣甲尼哥底母讲：“恁却无要相信。”上帝的话，敢毋是早就甲恁讲啊嘛？恁需要知的，敢是上帝就已经甲恁启示啊嘛？甚至伫旧约的圣经以西结书内面36章、37章，拢有讲上帝要将新的灵放伫恁的内面，要甲恁的迄个石头心换掉，要互恁有肉的心。甚至第37章讲，伫迄个旷野、荒野的所在，真侪孤大的骨头，但是上帝的气来分落去的时阵，遐个人拢爬起来，骨头含骨头拢立起来，成做一队的军队。你做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你竟然无法度明白。啊，我若甲你讲天顶的代志，你要安怎会通知影？所以第3章第13节，主耶稣的自我启示，主耶稣讲：对天降落悠远伫天的人子，无人上过天。这是一句真伟大，是一个真深奥的真理，表明耶稣伊家己本身有人性，佮有神性。人性甲神性伫伊即个人的身上。耶稣讲，伊为天降落，啊，迄个天到底是对一个天？因为诗人伫诗篇内面常常讲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遮一天拢咧述说上帝的荣光。啊，诗人嘛学了讲，你的慈爱远过遮一天，表示天有足侪层，足侪天，啊，到底是对一个天？伫路加福音第2章，咱伫圣诞节的时，常常爱读的一句话：伫至悬的所在，荣光归伫上帝；伫地面上，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。所以，上帝所徛起的所在，就是伫迄个至悬的所在，伊的宝座就是设立伫迄个至悬的所在。耶稣讲，伊为天降落，就是伊为迄个至悬的所在，为迄个宝座的所在来成做人。人子是主耶稣伫地面上33年半的时间。的日子，伊拢家己安尼自称，伊讲伊是人子。伊含咱每一位相款，有人性，有血有肉。伊腹肚会枵，伊需要食饭；伊的身，伊需要安息，伊需要困。伊有目屎。圣经嘛有记载，伊流目屎，伊会受气，像咱拄仔讲，伊真生气，看到圣殿正做生意的所在，伊也有怜悯，伊看到这些人受苦，伊的怜悯就产生来医好这些人，伊会快乐，
伊充分分，像咱相款有一个人生。希伯来书4章13节，上解会当表达伊的人生。迄个圣经安尼讲，上帝的囝耶稣，并毋是要当体贴咱的软弱，因为伊也凡事受试探，和咱相款。安尼，主耶稣佮讲，伊有缘伫天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伊来做人的时，伊有完全像咱相款的人性，但是伊的心性也佮保留伫天顶的宝座。希伯来书1章第3节讲，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的光，是上帝本质的真相。伊有缘用伊大有权能的话语来统管万有。这句话上解会当表达伊的心性。伊虽然来做人，但是伊有缘用伊的心性，伊的迄个大有权能的话语来扶持、来统管这个万有。这是咱有限的理性所当来明白的，就是讲，伊虽然伫地面上做人，但是伊有缘，伊的心性伫上帝，和上帝的宝座伫迄个所在。伫即个13节讲，除了对天降落有缘伫天的人子，无有人上过天。除了就是除去耶稣基督，无别个人有上过天。我要请问各位，旧约敢是有讲有人上过天嘛？啊，为什么耶稣伫这个所在讲无人上过天？请问恁，有啥物无像？咱敬拜结束以后，请来甲我讲，我有礼物要送恁。3章14节。佮讲，主耶稣佮讲，要亲像迄个摩西伫旷野野蛇伫旷野这是记载伫民数记第1章第69、第90节的故事。以色列的百姓伫旷野，因为路歹行。也无啥物好物件通食，水嘛无够啉，逐日拢食迄个玛纳，足无滋无味的，也无啥物卤肉通好食，也无啥物盐水通好食，所以就伫遐安尼埋怨。上帝就将迄个毒蛇、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有侪人，互迄个蛇咬着死去，有死真侪人，所以百姓着惊，就去甲摩西讲：阮得罪你，甲得罪上帝，请你为阮求上帝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摩西就是求上帝，上帝讲：你做一只蛇，
甲伊放伫迄个旗杆的顶面压起来，叫百姓、叫福蛇家着的人，拢来看这下蛇，就会当得到活。果然，侪人，因就是安尼，全得到活。3章15节，佢讲人子也的确就安尼受压起来，互见若信的人踮伫伊有永生。即句圣经启示互咱，顶头生唯一的条件，顶头生唯一的条件，就是信耶稣，仰望伊。伊亲像迄尾铜蛇、人蛇受上帝的咒诅，当伊伫迄个旗杆的顶悬受压起来时，见若仰望伊、相信伊的人，就会当得到永远活。对即个耶稣甲尼哥底母谈论顶头生即个事，带互咱真重大的迄个启示。遮尔伟大信仰的真理，耶稣毋是含伊个门徒来谈论，也毋是5000人来传讲，乃是伫一个有透风的暗暝，只有一遍向一个人来谈论。我相信这毋是偶然发生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管你有偌大的成就，你有偌悬的地位，你有偌好的道德，你有偌高深的学问，亲像尼哥底母遮尔优秀的人，伊犹原需要顶头生。尼哥底母，这个法利赛人、犹太人的大官，伊也是咧教导犹太人的律法的先生，有相当的名声，有社会地位，有好名声，个是一个敬虔的好人。照人的标准来看，伊是上有资格进入上帝国的人。但是主耶稣却对伊讲：你若无顶头生，你就袂当入上帝国。这表示入上帝国的条件，毋是你有偌好名声，你有积偌济功德，你有偌好的行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所有的宗教袂当带互人甲上帝有任何的迄个连结，因为人甲上帝之间的问题，毋是人有好的行为会当解决的。因为人甲上帝之间的迄个隔离的原因，是伫生命本质的无相，是生命本质的无相。上帝生命本质是公义，是圣洁，袂当用温罪。人生命的本质是有罪性，常常拢咧犯罪。莫讲犯罪啦，常常嘛会讲白臭话。所以，生命本质的无相，致使互人袂当和上帝相通。安尼，为着要解决人甲上帝之间的隔离，唯一的办法
就改变生命的本质。但是人无法度家己做出一个无罪圣洁的生命。即使若会当搁转去老母的目肚，啊，搁重再搁生一遍，嘛是有罪的生命，嘛是有缘无法度和上帝会当相通。独独上帝才会人为人做有上帝生命的迄个生命，因为对灵生的就是灵。尼哥底母的难题，就是伊受限制伫伊迄个宗教的迄个四角体啊内面，伊切实遵行613条的律法，啥物通做，啥物毋通做。伊想讲安尼，伊若彻底来遵守，伊就会当入上帝国。伊嘛是期待耶稣甲伊报一条入上帝国的路。但是要入上帝国，毋是为人的好行为来开始的，乃是得爱有上帝的生命。因为尼哥底母伊毋知影耶稣的身份，伊毋知影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伊知影是耶稣是上帝遐来要来做因的先生的，所以只有上帝才会当将上帝的生命来赐予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生命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这也是伫约翰福音第1章伫遐是安怎？施洗约翰讲来做见证，为光来做见证，光就是伫生命的内面。尼哥底母的第2个难题是毋知影什么是顶头生。伊敢若知影是讲啊，人老啊，要安怎搁入去老母的目肚，搁出世一遍？面对尼哥底母的疑问，主耶稣提出一个上重要的事实，就是顶头生。顶头生较接续原文的意思是为顶悬来生，从上头生的。咱拢讲顶头生，嘛会使讲顶头生，所以耶稣甲伊讲，顶头生是属灵的代志。耶稣甲伊讲，这毋是用人的思想所会当解决的，乃是着爱去信上帝所已经成就的。所以主耶稣第3章12节讲我讲地面上的代志，恁都抑阁无法度相信。若讲天顶的代志，要安怎信呢？因为人对天顶的代志一无所知，只有为天顶遐来迄位，伊才会当甲咱讲天顶的代志。安尼，什么人会当讲天顶的代志？主耶稣第3章13节讲，除了为天降落游园伫天的人子，才会当报咱知。要就是讲，除了一个人，就是上帝的囝。伊不但是来做人的囝，伊上时嘛是上帝的囝。伊知影天顶一切的代志，所以伊讲：我向人讲是我所知，
我向人见证，是我已经看过。咱唯一的方法，就是用心来接受，接受伊所讲的，接受伊所见证的。约翰福音1章18节讲：将来无人看见上帝，只有伫上帝怀中的囝，才会当向伊显明出来。伫约翰福音5章19节到22节，有主耶稣对犹太人所讲的一段话。主耶稣安尼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囝凭着家己袂当做啥物，独独看见上帝爸所做的，囝才会当做。爸所做的代志，囝也要照样安尼做。爸疼囝，佮将家己所做的一切的代志来报互伊看。并且要搁报互伊看，比这搁较大的代志。安尼，信心所要接受的，是去接受所要追求的，就是去接受上帝所已经做成的，甲上帝所准备要去做的，将属天的生命赐互人的，是上帝要去做的。啊，要将属天生命赐互人的迄个方法，就是要借着伊的囝耶稣所要成就的。伫耶稣伫上帝所要做成的即个方法，伊伫创世以前，伊早就准备好啊。以弗所书1章第1节讲，上帝伫基督内面，捌赐互咱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，就亲像上帝伫创立世界以前，伫基督内拣选咱了，为着要互咱伫伊的面前，正做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主耶稣倒来正做人，伊接受十字架的刑罚，来担当人的罪所带来的迄个咒诅，然后伊将新的生命赐予人，就引带人入上帝的国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罗马书6章23节讲，做工价就是死，但是上帝的恩典伫基督耶稣内面，乃是永生。人用信心去接受耶稣所已经做成的，人就会当得到生命。亲像摩西伫旷野，甲东蛇压起来，人子也照常安尼要受压起，互见若信的人伫伊有永活。任何一个人拢无法度理解，无法度明白，是安怎看迄尾东蛇，遐互受毒蛇咬着的人，拢怎好去？袂当明白。但是上帝照样要互人看到耶稣基督受钉伫十字架，也当得到永远活。主耶稣用这个旧约东蛇的故事，尼哥底母来显明。你毋免阁问
怎样有即款的代志？只要用信心去接受上帝所已经安排的方法，就是当迄日来到的时，即个人子就是上帝的囝，受压起来时，你只要去仰望伊，去信伊，你就会当得到属天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每一个无有例外。十字架是一个羞辱、见笑、咒詛的迄个记号。申命记21章22节到23节讲，人若犯迄个该死的罪，受判死刑，就爱挂伫迄个柴箍的顶悬，因为受挂的人是伫上帝面前受咒诅的。上帝疼世间人到安尼，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， 伊甚至牺牲伊的独生性囝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担当人因为罪伫上帝面前受上帝的咒诅。受上帝对罪公义的审判甲刑罚，拄去人因为罪所产生和上帝的迄个隔离，使人新的生命，成做新造的人，和上帝搁好。十字架的本身，伊毋是新约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上帝的囝也无惊新约。对十字架，伊无为十字架顶跳落来，伫十字架的遐咧看闹热的群众，甲伊踢笑讲：你敢毋是讲，你3日后就要甲圣殿起来吗？你通跳落来吗？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。也踢笑伊讲，你救别人，却袂当救家己。佮讲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你是以色列人的王，现在为十字架顶跳落来，阮就是你。又佮讲，伊囝毋是讲伊是上帝的囝吗？啊，上帝若疼伊。就来救伊嘛！迄时十字架无任何的行动，上帝无出声，一切拢静悄悄，黑暗大满全地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，犹太人所要爱看的新约并无显现，希腊人所追求的智慧也无看见。上帝讲，上大的新约就是无显现新约的十字架，上大的智慧就是无智慧的各各他的十字架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伫灭亡的人看做是愚妄的，但是伫咱得救的人是上帝的大能。因为耶稣所做成的救恩，咱只要信、仰望、看伊，咱就会得到圣神的顶头生，有上帝的生命，互咱每一个人拢成做圣神徛起的所在。使徒保罗讲：“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伫恁内面吗？”伫同一本的批信，保罗
佮讲，兼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，圣神为上帝遐来，住伫咱的内面。恁无过是属家己的，请问你的上帝伫倒落？你有碰见无？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遮尔伟大的真理，你透过和尼哥底母的谈论，将永生的道理传讲清楚，并且记载伫圣经内面，留落来，互阮每一个人，拢着爱学习佮明白的真理。感谢主，你的灵是赐生命的灵，使阮有为顶头生的迄个生命。恳求圣神继续工作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也互曾牧师伫即段的时间所传讲有关系圣神的21讲的迄个信息，互阮拢得到造就，互阮哪来哪明白你的教示，互阮的灵命会当成长、勇壮、健康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